Zimin, do you speak English? Okay. 喺中國呃走公眾400幾億人民幣，俾英國查封咗61000幾粒比特幣嘅加密女王錢志敏喺英國認罪判監。佢多年嚟都係隱藏喺幕後，喺內地涉及多宗龐氏騙局嘅公司都係用其他人作為人頭嚟註冊㗎。香港01發現，原來錢志敏早年曾經用本名喺香港註冊公司，但係同一年佢就再用虛假身份喺香港註冊咗其他一系列嘅公司，作為幌子用喺內地嘅傳銷詐騙。通過朋友的介紹，了解藍天格的這個發言。從10月7號到現在，我的每月收入都在6、7萬。我們總共投資了110萬，現在說翻了100倍以上。1978年9月出世嘅錢志敏，2014年以花姐、花總個名擔任幕後主腦，成立咗天津藍天格瑞電子科技有限公司。喺14至17年間，喺內地多個省市向超過12萬人非法集資咗400幾億人民幣。2017年，多地公安搗破呢個傳銷同埋龐氏騙局嘅組織。當年藍天格瑞案多人入獄，但係關聯公司從來都冇錢志敏擔任股東董事嘅記錄，連內地多個省市嘅法院判決書都係話花總、花姐不確定真實姓名。錢志敏用詐騙得益嚟買比特幣，帶住裝有冷錢包嘅硬碟，用中美洲島國聖基茨和尼維斯嘅假護照潛逃去到英國。香港01調查發現，錢志敏喺2012年就嚟香港註冊咗2間公司，當時佢用嘅係真實身份，用江蘇省南京市嘅身份證號碼同埋住址登記。呢個係佢本人身份喺文件上首次曝光。同一年，佢就用李霞嘅名義喺香港註冊咗多間公司。呢啲公司都有共通點㗎，都係中文名同部分知名企業相似，英文名就用普通話拼音，全部都係2012年成立，之後就冇交過任何週年申報表，去到2016年就俾公司註冊處除名。其中呢間同投資銀行個名好似嘅香港瑞銀國際，就涉及2013年安徽合肥嘅層壓式傳銷山茶油投資騙局。另外，協助錢志敏洗黑錢嘅同案被告馬來西亞人林成福承認洗黑錢罪，被判監4年11個月。佢3次為錢志敏攞到假護照，製作虛假文書，又用佢嘅賬戶交易比特幣。林成福原來喺香港坐過監㗎。2015年佢入境香港，喺機場企圖用6張偽造嘅信用卡買一隻價值88000蚊嘅手錶，企圖以欺詐手段取得財產同埋管有虛假文書罪罪成，判監2年半。What's your first name, please? Yadi Zhang. Can you spell that at all for me? 錢志敏潛逃英國之後，買咗倫敦嘅豪宅，引起警方注意。2018年首次被捕，但係之後再走甩。警方追蹤佢嘅加密貨幣流向，最終喺2024年再次將佢拘捕。2025年10月，佢認罪，判監11年8個月。錢志敏嘅助手溫檢2024年喺英國判監6年。英國查封咗錢志敏61000幾粒比特幣，高峰嘅時候市值大約570億港元。英國正係考慮為中國嘅受害者制定賠償方案。天津公安就話，正與英國執法機關展開追贓合作，盡力挽回集資參與人嘅損失。但係亦都提醒苦主，公安機關未委託第三方機構參與，切勿再次上當。